就算许多传统市场，你今日无人去搞管，买下的，不过也有为首长的调整的经营方向，有这个快乐起来的。明年入100年历史的台中天意市场，日本数的主要是卖高级的精品水果、沙西米亚豆，迎合做日本人的市场。民国93年大规模修整过后，更加出一道传统的店家，还用美食为主，向的国内外的观光客专讲去看去买。那位园林西路的董事长，现正将出水海对清朝书的如系南北插货交易的中心，里面现正过多人晒出去摊贩体验。董事长呢，路边嘅行呢，而拆也唔拆，地方方也是有过议论。修整过后，更加董事长转型做文创事业，也到老市场对繁华到没落，个重新寻到定位。也听说爱政府同民间共下来做，那有可能睇新的时代讲老嘅故事。日面在跳板弄个盘，看到人进吞口水，推中天气市场，下意识看东西当多，当见都会排列的。以我们的美食为这个市场的招牌，来吸引说外国的观光客，像现在是日本、美国，还有一些从欧洲来的，还有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潮汕区的市场太热，加不下嘅古种日面，传到来个已经停退。为下冬夜下来了是个好料理，都系一块快嚟夹上烟，还带同市场嘅生意。以前的阿公就是我们说的那打米啊，庙里啊，做戏的时候庙，我们就阿公阿嬷就要赶去那里卖。2分钟嘅阿公对庙里下去推中大饼，开人咁跳，因内去卖面，做到雷东嘅得，到嚟家巴上地天意市场落脚，简单嘅小事，传统嘅美食，而卖就系60年。天意市场系日本人第1997年起嘅，往年做係100年嘅，加60年講係日本人嘅市場。日本州厅也在这附近而已嘛。那日本人住的宿舍在中山路上很多，为了因应他们那个食衣住行食的需求，所以盖了一个市场。都是用那个轮车啦，搭扁杖啦，来这边做生意。那时候的我们第一个市场的客人，他们都是以日本人最多。较高尚就是你卖物件有一寡日本货啦，所以呢，算讲餐厅上拢爱来吃买。天意市场建筑系水东贴片，天路本用站系服务那点解的维护。77歲嘅水中店師傅小清火講，了日溜下係店面，而溜就係貴婦泰式古式嘅素菜。介料是為就每卷空蝕，日本政府係欠大家去種下抗力減煙，功夫過後賺到賺累。日本人轉去了後，就若較有勢人就用佔就佔啦，阮是有3間嘅店啦，後來就2間紅佔，佢剩1間啦。那市場都安係2棟6角料，順能夠圖規劃嚟3條長廊、3條狹短嘅，嗰個條道冇強壯間出口，就按到6條圖，1條長廊快嚟20間店。第一个长廊可能是卖蔬菜的，完全是卖蔬菜。第二个长廊卖的是生鱼片，那第3个长廊那时候好像卖猪肉。6角料是係行政中心美珠蒙古推嘅功能。那时候日據時代的時候，附近應該都是平房，那這個地方比較居高望遠。天意市場交通位置當重要，透過係用用起搶取公司太賣，尤其乜嘅下行嘅進口公司2棟住，
中山路银行公会告自解，学校太卖市场赛走，田野市场一下让情价前度，为到位在个老田野市场发展到从头个安农业，民国93年政府4年8千万的规善，希望让以下迁到转来。那以除旧布旧的方式，恢复它的旧观，恢复它的美好，然后而不是把它全部打掉重练。那因为这样子可以让市场看起来很有古味，但是它的环境变得比较干净啊，明亮。也条3年以美东3万天度市台，例如苗路旅行社，会自媒体微商存了国土，也下唔单淨係推中呢個市場，外中醫、後生醫都當考慮了。现在又好起来了。好起来的原因是说，现在年轻人就会很会跑出来走走看看。进来大部分都是一些年轻一代的，这个在别的公有市场是看不到的。田野市場105年都得到經濟部43項研注，如官方提出3年以美入強勢，為了兩位嘅勝利做起來，都當團結當大病，是強從冇勝利合作嘅老市場，兩下是係應用大入配。明年隨住8歲嚟，喺本做市場內入，雖然冇乜嘅本事身份，不過做得講係一個有生命嘅故事，有生命嘅故事感。喺那共同聯下半年連業估計嘅實現，如台北市嘅幸福市場、松山市場、士林公有市場、台南市西市場，半年連做第4個就係中華北調豐轉市場、雲林西路東市場、老土庫體制市場，其中西路東市場喺那新公路嘅轉型走溫從實現。它因為緊鄰着濁水溪沿岸，然後在清朝的時候，南北交易山產海產在這裡交易以後，自然就形成了一個菜市場。不過學校現在就咧，市場用煙囪研究模長，美術博士務2到年級，半年連總未了，還是強出為半年拆題。那麼有的認為說，這根本沒有用的東西，已經沒有保存的價值，建築的損壞的差不多了，為什麼把它拆掉，重新再蓋？可是有另外一派的人認為說，這是西螺人的傳統的記憶、文化發展最精髓的地方，你要拆很容易，可是是不是我們有可能盡量把它保存下來？幫每爭取到經費，勞動市場整個保留下來。結構上、基礎上都有很大的問題哈。好，那我們就是說，盡量保持它的原貌，盡量保持它的味道，把它保留下來。因為沙期萬當然對兩個幹做唔上勝利，未為都會配合染品路界嘅路線位，下後嘅田為歸行溫從兩條路，點麼未都會經過偏僻就落地來。多元多樣的小店進到東市場裡面來，這16家店會變成一個還蠻不錯的整體感的一個文創市集出來。迄陣市場是破破爛爛啦，無啥物人吼。咁安尼對咱生意都有幫助？有幫助，有幫助，不過我迄差足濟啦。剛開始都很常看到我一個人這邊車，然後其他都沒什麼人。我們一般遊客一天不會超過5個，但是現在平常日都大概有10-20個。平常日也好，假日也好，然後願意再帶朋友來，所以這邊的回流率是很高的。每一間的店家賣的東西都是不一樣，而且幾乎都是原創的東西，比較不像一般老街那麼商業化。70年世界春季日係第一位最後生嘅挑價，幾件其實買是老菜鐵嘅東西。在我們店家裡面看到這些東西，不一定說一定要在我們這間買，那也可以到本店去看，至少說知道我們西螺有哪些東西。It's not commercial, so the people who work here, they do it because they believe in what they do, and not because they have to earn money. To stay here and to work here, make exhibitions, and this is just across the street. So we like it here very much. 邀請年輕的當代藝術家，把觀念藝術、把新的想法
带到西螺老街来，都给我们的公益达人有很多的刺激。本单卖卖牛老抢取购资嘅崔樹聰，第一下係賣本廠商品嘅日本事業，都樹聰平日只將一賺3000元，為固定日落嚟開店，韓國未到成日托店價，成功轉型。三個生意為做嘅叫店價未大拍高，為住下到年客來堅持。呂樹聰就看得到去介紹菜最精化文化，菜天產業嘅發展，地點未都看得到。推動田嘅樹聰、老師佬都樹聰，無論係繼續賣搶最高資料美食，也係轉型做本廠選擇，都提供本大家一改善嘅想象。未來呂樹聰韓國平民百姓共同發展出了改善命故事，繼續下去。